Hello， 呢度係珠海上樓 Angel 啊！咁我哋上期節目咧都帶大家睇咗嗰個佳景康城嘅新房單位啦，係主要賣緊嘅係4期嘅低門檻上車戶型。咁其實最大嘅痛點咧，我都反思咗一下嘅，去到28年先交樓嘅。咁其實如果真係去到28年先交樓嘅咧，就會有非常多嘅唔確定嘅嘢。再加上而家大家買樓咧都希望所見即所得啊！咁我哋都喺今日嘅視頻入邊咧，幫大家揾到2套嘅二手房、次生房，保養比較好嘅3期嘅單位啦。其實3期大家都知道，3期最大嘅優點係咩呢？第一，現樓；第二，而家住緊嘅成個小區嘅舒適度係比4期會高好多。再加上成個3期嘅底商咧都非常之成熟噶啦，麥當勞啦，同埋瑞幸咖啡啦，同埋上菜鴨飯啦，加上我哋嘅永東巴士啊，都已經開咗噶啦。對於非常多嘅港澳人士嚟講，係一個非常好嘅福音嚟噶啦。加上我哋嘅3期嘅位置咧，揸車10分鐘可以肉眼可見嘅華發商都啦，加上我哋嘅三冇啦，都係非常之近嘅。所以3期嘅居住嘅成熟度係對比於我哋而家賣緊嘅4期，係基本上你今日住翻就可以享受到嘅所有嘅配套，加上我哋嘅會所啦，都喺附近嘅。咁今日揾嘅2套單位咧，主要係一個3房同埋一個4房。咁其實大家都知道我哋點解會揾個二手樓俾大家睇，加上因為而家一手嘅價格咧去到16000到18000，咁我哋而家揾嘅二手咧係12000到14000嘅，加上中間嘅差價咧就可以俾你唔使等待，買到就可以享受到。OK， 咁跟住我哋鏡頭可以上樓睇下我哋嘅二手房嘅單位。咁我哋嚟到呢個118平嘅第2套嘅單位啦，可以睇到成個視野非常之闊落噶，俾大家睇下。樓下呢個位咧就係我哋嘅3期嘅會所啦，加上我哋嘅會所咧入邊係有恒溫泳池啦、健身房同埋瑜伽室嘅，每日都有非常多嘅業主嚟到我哋嘅健身房、瑜伽室度體驗下嘅。咁前面個路口咧可以睇到，過咗個天橋咧就直接到咗珠海啦。我哋可以感受到啦，1個路口、2個路口、3個路口就到珠海，實出嘅距離加上只有7分鐘就到啦。OK， 睇埋我哋個露台，呢個露台咧我啱測咗係有7.7個平方嘅，可以感受到非常之闊落同埋非常之大嘅。我哋個層高啦都比其他期嘅層高會高咗好多。OK， 我哋從入門開始同大家介紹下啦。我哋嘅二手房東啦，基本上冇咩住過，所以保養得非常之好。呢間房咧，其實我覺得可以做個陽光房，都可以做個電競房嘅。如果你屋企有冇咁多咧，其實唔使擺張床都得嘅。加上呢個通道都足夠大，只有118個平方。OK， 我哋嘅 kitchen 啦，廚房睇下我哋嘅灶台，洗切炒功能齊全，加上呢埲牆啊，其實可以做個設計，做個中西結合嘅灶台都得嘅。直接駁咗佢都得，加上呢個位置可以擺個雙開門嘅冰箱冇問題，加上呢個生活陽台啦，擺個洗空一體嘅洗衣機都 OK， 絕對係一啲問題都冇嘅。因為業主當其時喺度辦公加上居住，所以睇到我哋嘅 sofa 其實可以擺喺呢個位，視野景觀，加上我哋個採光更加好，可以將呢個台切走咗，呢度擺咗一個80寸嘅大電視。都冇問題，成個客廳嘅開間咧，餐廳同埋客廳都係一樣嘅，冇錯開，全部都係4.1米嘅闊度啊，一啲問題都冇。其實可以睇到我哋嘅保養啦，業主保養得非常之好。嗱，我哋睇下個廁所，廁所啱測到平係有11.8個平方嘅，衣櫃個位啦，同埋個床個位咧，床可以擺一張1.5米乘2米嘅床，加上呢個採光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加上我哋嘅咩咧？我哋嘅公共洗手間啦，洗手間咧，我覺得唔使做個踎廁，設計一個馬桶，完全冇問題。做個乾濕分離嘅馬桶。OK， 最後另外一個廁所啦。另外一個廁所咧，我覺得嘅私密性冇咁好。點解咧？對面可以睇到隔離屋嘅陽台嘅。呢邊可以做個窗簾啦，拉上其實都 OK 嘅。只係呢間房嘅採光咧，其實冇咁好。呢間房嘅面積大概有10.8個平方。最後咧就主人房啦。哇！主人房嘅視野景觀咧，同埋我哋嘅陽台嘅景觀係一模一樣嘅，大家可以感受下啦。其實呢個飄窗咧，其實係可以利用上做一個榻榻米入邊做一個咩咧？嗰個收納嘅櫃啦，擺啲我哋平時唔要用嘅嘢，加上呢一排可以定製一個田，平時可以坐喺上面，係個風景啦，都係非常之舒服嘅。睇得到珠海，睇到坦洲，加上我哋揸車10分鐘嘅距離，可以去到邊度咧？肉眼可以睇到嘅華發商都啦，加上我哋嘅三冇嘅會員店都喺附近嘅。OK， 呢個衣櫃嘅設計咧，我覺得非常之合理。點解咧？其實可以設計一個到頂嘅衣櫃，加上呢一排
其實都可以設計個衣櫃出嚟嘅。1米8乘2米嘅床擺喺呢度，綽綽有餘啊！咁我哋最後就係個洗手間啦。洗手間呢度佢冇整一個玻璃嘅隔斷，其實我覺得後期可以做個玻璃嘅隔斷，將個馬桶空間完全係夠用嘅。OK， 咁嘅話呢度就係我哋118平方嘅二手嘅單位啦。咁大家有冇覺得非常之 OK 咧？俾大家睇個價格，呢套房118平，只需要145萬就可以攞低，單價嘅話12000。其實知道我哋新房喺賣緊都知道啊，18000嘅單價，我哋嘅新房咧性價比對於二手房嚟講冇咁高。咁大家考慮緊二手房嘅話咧，不如可以睇下我哋嘅呢一套118平方，視野景會完全 OK 啦。OK， 咁呢期節目到呢度，我係 Angel，咁我哋下期再見啦。